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2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华保盐分驻所的所长去互食毒赛车弄个断医，再去重开低压亭，裁定驾驶有风险羁押。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动土典礼，面对台积电侵权的官司，董事长魏德嘉笑笑无回应。新闻头起先来看这台中5车早暗6点外，有一只轿车经过中华路的时，哪像是这车速伤过紧兵车，车顶有3个人，驾驶甲一个乘客死亡。原来活落来，迄个乘客是验出毒品的反应，警方会继续调查，看这驾驶敢嘛有食毒。另外，中日啊，这中华保盐分驻所姓陈的所长，是去互一个食毒赛车弄甲断院，法院裁定无报请回。不过，这驾驶说是走去病院，讲是要甲人讲和，引起家属惊吓。再去中华电院重开羁押庭，裁定这个姓施的驾驶有风险羁押。电甲翕到乌色的轿车失控，规只车并去零件刷到规涂骹，迄时嘣一声真大声，就有人赶紧出来斗相共。原本车顶两个拢过叮当，惨的无叮当，因为迄个救护车来，救护人员还没到，我们也不敢乱动。刹车啊，可能2台车子在竞赛吧。哎呀，紧急刹车这样。救援人员用破坏器具夹掉伫咧车内查甫人救出来。10日暗时6点外，这只车经过台中5车中华路一段时阵，疑似和另外一只车伫咧比速度，了后煞失控，弄到路树甲边的车，造成姓柯的驾驶甲另外一个姓陈的乘客当场无喘气，送去病院宣告不治。因啊车顶另外一个姓陈的乘客意识清楚，毋过喙烂怪胎所验出毒品阳性的反应，警察嘛伫咧车内抄到疑似K爱粉。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北往南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失控后撞击路边车辆后翻车。本案将依规定制成相关资料，移请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肇事原因及责任。警方表示，煞尾会请检方验毒，确认这个驾驶是毋是有食毒赛车。也那中华伫咧测试发生一个警察局的所长去互食毒赛车的查甫人弄受伤。中华地院裁定这个查甫人无报请回，引发外界议论。中华地院10日透早重开羁押庭，中华市长林世贤嘛来中华地院応演。已经危害执行公权力的严谨，造成重大伤害了，所以他不应该再被无保的请回。台中高分院伫咧看中华地院裁定了后，认定确实有不当的所在，撤销而且发挥经裁。也那中华地院重开羁押庭了后，裁定甲这个涉嫌食毒赛车弄警察的查甫人以风险羁押。家属表示尊重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昨暗暝发生食毒赛车，造成3个人死亡的悲剧。一个姓张的驾驶拄到警方要甲抓，拒绝检测逃走。这个过程当中是去弄到2个行路的民众，包含驾驶也阁有2个过路人，拢总重伤死亡。一个姓张的查甫人是有毒品的前科，检验落也确认讲安非他命阳性。伫桃园的市区有一台轿车是驶甲摇过来驶过去，有危险驾驶的情形。警方沿路追捕要到3公里远。10日暗时差不多8点，姓张的嫌犯伫个桃园区经国路甲天祥三街路口失控冲去弄到2个无辜的过路人，经过病院抢救了后，3个人拢重伤不治死亡。犯嫌经过抽取尿液检验，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并且在现场也查获安非他命还有吸食器等相关的证物。那全案已经报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他是那个毒驾累犯，或是有什么前科吗？他是有毒品的前科。这件食毒赛车致死的案件，吊诉的30岁姓张的查甫是桃园市列管的毒品人口。针对事故相关吊诉的责任以及追捕的流程，警方是强调，也咧等待检方进一步调查厘清。10日早起，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先到车祸现场勘查了后，佮去圣乐堡、布里桃园病院甲民生病院上验3名死者，对着搁再发生食毒赛车弄死人的事件，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达心痛甲唔甘。他昨天为什么要出门？他没有办法推车的。知道他有在使用毒品，这个部分我们不清楚。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昨日行政议会才拄甲刑法修正草案定案，针对食毒驶车全面加重刑责。想要到这过工，又搁有人食毒驶车，全台毒驾问题严重。甘那桃园今年到6月11为止，就查到949件食毒驶车。桃园市刑事大局表示，对5月20日起，警政署启动全国性客查毒驾的专案。桃园专门使用喙烂快胎，若是毒品阳性，就随逮捕移送开单扣牌。佮针对有毒驾前科者，积极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专案到达经过法院裁定羁押的人，总共有15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受一刑处分者，譬如讲是判社会劳动自由刑的人，有缘会当登记参选。这就去互民进党团批评讲，民众党是为着新竹市长高虹安得了后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针对公职人员选罢法修正案，立法院内政委员会4月23先初审通过第26条的修正草案，除了增订违反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并且经过判决确定的人未当登记做候选人，各排除受完刑宣告的候选人消极资格限制。民众党立委柯忠信伫6月11日协商提修正动议，要改做，但是宣告完刑也是直接间接用社会劳动代替日间的自由刑，无受这个限制。立案之议是为着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所打造的。我不认同它成为高虹安的条款，因为它是一般性的，对于轻罪者维护他的宪法保障的选举权。选罢法它影响的是谁有参选资格。那民进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资格的设定必须要严谨，也必须要一致，不能够为特定的政治人物开后门。公安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2审改做按照伪造文书罪判6个月。民进党认为已经有可能用社会劳动代替日间，尤其地方选举要到啊，反对民众党的提案，那也表示爱修的法要是爱修，会甲民众党做伙提出版本。等于宪法保障人民参政的自由，还有相关的比例原则，这是必须要谨守的。不是哪一位执政者肆意妄为的来剥夺人民的参政权。年底的这个大选呢，是设在11月28日，会让人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因人设事的这个感觉哈。所以站在我们这个行政机关呢比较保守的立场上面，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现行的规定。内政部表示，选举进程无应该向公修法。法务部是指出，法官的判决敢若会入地。变更刑法执行，譬如讲变做罚金的算的标准，执行检察官才会当稳准，敢袂使用社会劳动代替日假。提起讲，若是变更刑法执行，甲参选牵连作伙，实务上恐吓互检察官牵涉入去政治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监察委员的任期是7月底就满，总统府昨就提出新名单。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是表态要废除监察院，这就引起伊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阳的质疑。沈碧阳是认为讲，咧讨论这市政的议题，蒋万安拢唔用，这阵说是咧回应甲选总统有关系的议题。第6届监察委员任期就伫咧今年7月31日满，总统府10日公布29个监察委员的名单，其中议长被提名人是陈永兴，副议长被提名人是王英章。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南北党团应该全部否决提名人选，佮讲应该废除监察院。现在不是讨论个别人选是否适合的问题，而是监察院存废的问题。我们看到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耳风耳入，民高民脂。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蒋万安现在是台北市长，那我们现在问了很多跟市政有关的议题，他基本上都不会出来回。但他出来回的都是一些好像在选总统的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情。沈碧阳指出，民进党顶一摆伫咧国会多数的时阵，就提出修宪委员会，国民党团煞无要参与。也那蒋万安最近是直接和要拼县市长的参选人斗阵出去，有票乌烟的气味是真高。不过，针对蒋万安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国民党立委表示认同，佮讲要改革的头一步，当然是进行人事冻结，会投反对票。第一步当然先进行人事冻结，所以在这我也宣布，我会对所有的监察委员投下今天反对票，还是要用宪政的一个手段否则的话，
现在根本不是在废除监察院，现在只是瘫痪监察院，让他们动弹不得而已啊！这个不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曾水雄嘛进一步表示，各界对是毋是要废除监察院，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民进党团会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过必须按照宪政程序进行修宪，并不是政治攻防。若是透过人事方式冻结预算，也是太监的方式，让监察院无法度正常运作，敢若会让宪政机关失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陈立文当日访问美国。11暗参加交演电视的时是讲讲电视会无讲到一国两制甲军购。也若针对国防预算的议题，伊是讲在美国迄边有人是5万，台湾会当甲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10%。陈立文是认为讲这无法度得到民意的支持。不过这也引起民进党的立委批评讲，这数字毋是重点，重点是台湾实际国防需求。国民党煞无愿意支持。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也国民党党旗甲侨胞合唱《中华民国颂》。每当的时间11暗时，陈立文出席华府的交宴，因为外界关注陈立文的两岸路线的主张。陈立文致辞的时主动讲到，第10会并无讲到一国两制对美军购，只是希望会当定碰两岸对话甲谈判。在正习会的过程当中，的确没有去谈到一国两制，没有去谈到对美军购，所以我相信。21世纪，现在两岸绝对会用我们的智慧来排除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陈立文伫接受美国媒体 NPR 访问的时嘛强调，无甲习近平讲到统一的问题，希望让美方了解国民党主张甲北京加强交流，创造和平的路线。但是有美方的人士希望台湾甲国防预算提升到 GPT 10%。陈立文伫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座谈的时，回应台湾无法度负担，搁较无法度得到民意的支持，应该甲备前的交流转化做建构制度化永续的和平。如果提高到10%，那什么概念？那几乎就80%-90%都是国防了啊！我看连在打仗的以色列都没有这样编呢。重点不是在那个他要占GDP 的多少，而是台湾目前实际的需求，国民党都不愿意支持。这届访问美国，陈立文接触的美方政治高层嘛是关注的焦点。陈立文讲，这2天有见到9个国会议员。原来他们已经发动了所有的力量，要美国国会议员不要见我。2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还好我的腿长，我们真的见了9位国会议员。若传出美国国安会取消甲陈立文的会面，而且无讲原因，国民党反驳陈立文伫华府甲行政部门的会面完全保密，未对外泄露任何消息，是特定的媒体调过伊咧批评的。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舰队分署初白接到通报，讲是有一只东港籍的渔船啊，因为总电盘小气失电，掉伫咧高乱片东南边的海域。海巡就赶紧派巡号9号去救人，用小艇载人，一路由恒春高雄的海巡甲人送回来，船顶7个人拢总平安。海巡人员坐上巡号9号小艇前往救援失电的渔船。这只东港籍的渔船船顶有一名台湾籍的船长甲6名外籍船员。车尾因为总电盘小气失电，船顶的雷达路径拢无再调经，掉伫咧鹅銮片东南方海域袂顶袂动，赶紧甲海巡救援。海巡先就近派游船到3工，同时派巡号9号去介护，11早起甲渔船会合，因为规只船已经完全无电，通讯设备嘛失效。海巡派人提无线电去伫船顶，透过无线电甲巡号9号保持联络，一路介护往屏东西。本队356拐艇猎户渔船。失去电力，无法度用电子设备来带领方向的渔船，就亲像车门器共款，伫咧茫茫大海相当的危险。巡号9号一路介护渔船来到鹅銮片东南方海域，就交过恒春甲高雄的海巡队来接手介护。12下半暝3点外，总算平安回来到东港。海巡表示，这礼拜受到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海域的风景真大，也和这个救援加强困难。调派巡护9号驰援，并由海巡人员登船协助通联、引导航行、借护伴航。后续由恒春及高雄海巡队4艘35吨级巡航艇接力借护，
巡河9号伫咧完成解放任务了后，就随国投入台湾海峡的巡防工作。即阵啊，中国的海警船定都来搜礁东部海峡。顶礼拜六，巡河9号才伫咧东山海峡赶走一只。海巡署强调，海峡的主权有关台湾国家安全，海巡绝对袂退让。记者柯家赵阳，屏东采访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讲是真紧就甲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这美国就随大起，带动咱大国也对得起。今仔日开盘就大起1649点，收盘是收伫咧44169点，起1019点。台积电今仔日收盘是2310块，起60块。联发科、鸿海这寡 AI 宽达股也拢起。亚洲股市的说明也真好，韩国股市早盘起8%，启动阳灯机制，日股也捌大起2800点。分析师就表示讲，这6月的股市也会继续波动，要是会有大起大落的情形。后礼拜美国联准会利息安怎调整 ，SpaceX 挂牌就市，拢会影响到全球股市的发展。来看屏东的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今仔日动土典礼，总统赖清德、县长周春米、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拢有出席。除了原本计划棒球场、高铁站，即阵佫加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厂商，望是会当省佫较侪屏东的人才。第一场，祈求开工顺利。两市一到，总统赖清德、县长周春米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吐图祈求顺利。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12动土典礼，不过典礼开始进前煞落大雨，现场大卡贵宾区积水，出现小可状况。总统赖清德表示感谢天公伯落雨，安尼水就无问题。伊嘛顺续向半导体厂商保证，台湾的电嘛无问题。下雨下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缺少水呢？我们的问题是在于如何留住水。如果你怀疑电力够不够，你就看一看手机，看一看台电24小时即时资讯，备转容量率有几个%没有使用。上个礼拜，我相信现在更是，大概都20%以上。原本魏德嘉今仔日要飞美国，但是受到总统专工邀请，伊就改期选择来屏东。台积电正式进驻，算是指标性的发展。半导体结合地方产业和教育，规个科学园区有学校、棒球场、甲高铁站。县长周春米嘛表示，屏东科学园区的推设，毋但是城市发展的进步，上重要的是产业才会当和其他县市平衡。在南科管理局的统筹之下。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我们大南方新矽谷的一员。如果没有他们，台积电今天没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供应链的伙伴们，我也感谢屏东县政府可以提供土地，让我所有的供应链的伙伴可以长远的发展。魏德嘉讲，感谢总统、县长规划遮尔好的地点，让愈侪半导体业者有所在设厂。屏东县府嘛表示，台积电会伫园区起办公大楼，做检验测试、制成改善等等，协助供应链厂商的技术创新甲提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积电去互2间美国专利公司指控先进制定的生产的晶片侵犯专利。美国共和党有几位议员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都要依法处理，莫因为这台积电的地位就互因特权。不过，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在去参加动土典礼时，针对侵权的官司是悄悄无回应。董事长怎么看侵权的问题？台积电伫咧美国加入去专利诉讼，面对记者提问，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干那微微笑无回应。即马台积电互2间美国专利公司指控讲，台积电用上新先进制程生产的晶片，侵犯到因的专利，佮涉及 AI 加速器晶片关键技术。案件当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审理当中。这一类的专利公司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去收购大量的专利。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寻找目标，也就是他认为谁有可能会侵犯到这些专利。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就是他把台积电当成目标。专家就分析，这是专利公司的商业手法，会成为业界买真侪专利了后，才佮足侪经相关公司交涉，亲像是咧讨保护费。
不一个裁决进入关键阶段。案件嘛受到美国政治界关注，真侪共和党的议员就写批予 ITC， 要求执行美国专利权，唔通因为台积电的关键地位有特殊的待遇。目前规个案件，行政法法官预计伫咧6月会做出初步的裁定，委员会可能会当伫咧10月做出上尾的决定。若是认定侵权成立，上严重会当发布排除令，禁止相关的晶片伫咧美国进口。专利蟑螂本身自己没有制造，基本上都是单纯要钱。我觉得他们是功力是很强，因为他们懂技术，又有检索的 skill。好，所以观察过往台积电在打这个专利诉讼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的。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就讲，就是拄到商业上的专利加抓，嘛点出除了开钱买专利以外，通常业界会提出专利无效技法来应对。只要有才调，找到伫咧专利申请进前，搁较早发行，也是使用技术的案例证据，就会当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教育大学的查某变数是去互人偷装监控摄影机，警方咧查这个案件时，发觉这个嫌犯也伫咧台北艺术大学偷翕。警方告诉我们，嫌犯已经被羁押，扣押嫌犯的相关的电脑资料。警方告诉我们说，资料并没有外流，请同学放心。目前我们得到的资讯是这样。北艺大校方根据警方的调查表示，讲这个嫌犯是4月初2的半暝偷走一批艺文生态馆的1楼查某便所装摄影机，隔顿工就摕走啊。初步判断，这资料是无流出去。未来校方会加强各场馆的维安。接落来，咱来看日本下党派友台的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暂时举行今年度的总会。总统赖清德录影致辞，感谢对方为台湾发声，友爱台语的情谊。而且日华困这阵是已经正式改名，号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是表示讲，在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了后，台日的关系搁较好，这阵是改名上介好的时机。日华梗成立53年来，一直是促进台日友好、强而有力的发电机，不断推动台日关系稳健前进。特别甲日本国会上大下党派、甲台湾马籍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2026年度总会录致辞的影片，总统赖清德感谢日华困总是积极为台湾讲话，甲台湾甲日本的感情深化。今仔同一天，日华困嘛正式改名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包括主持代表李义雄、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拢受到邀请到场见证。会长高贵书发文指出，日本政府对台湾的交流机构，为2017年就改名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华困伫咧几当前就已经考虑要改名，经过慎重建议了后，认为首相高市早苗任内是上好的时机，即马顺利通过，未来会甲321个国会议员斗阵推动台湾日本经济安保合作等等交流。另外，会议当中嘛要甲日本教科书当中可能会予学生误会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论述修正，列作是年度的重点。政治意涵的一个提升啊，代表这个日本更加重视跟台湾的一个合作。长期来对日华肯的部分，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嘛。此时此刻能够把这个名字改过来啊，那当然以后对台湾的一个支持更加有民意跟民愤嘛。学者就分析，台湾日本断交了后成立的日华困，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反映迄时日本对台湾的理解。啊，不过即马日本政坛甲社会拢较起话直接叫台湾，显示为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了后，日本对台湾的定位有明显的转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甲伊朗过去一礼拜交战轰炸3届，局势是愈来愈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是放调讲要加强攻势，甲伊朗出口原油重要的下季岛讲落来。不过这阵是又搁改变态度啊，宣布取消攻击行动，讲是双方真紧就会达成和平协议。
为气喘喘到握手讲和。美国伊朗的局势伫咧一天内出现戏剧性的大转变。美国总统川普原底伫咧社群媒体讲，要对伊朗实施更加强大轰炸，甚至搁要甲负责伊朗9成原油出口的哈格岛夺走。短短几点钟了后，伊却雄雄宣布要甲攻击行动取消，表示双方的交战已经伫咧和平协议达成共识，全球平安的神经嘛暂时得到透放。That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停火消息出来了后，金融市场嘛在反映，若国际原油的计数落断去，美国华尔街股市嘛因为地缘政治风险降低，全面起起嚟。联合国秘书长随透过发言人表达关注，呼吁双方要把握对话机会。希望美国对协议充满信心。佮讲，伊朗已经同意无必发展核武，不过对越南政府也未证实。حتما به صورت شفاف این رو اعلام خواهیم کرد. تا الان که من خدمتتون صحبت میکنم ما در این مورد به جمع‌بندی نهایی نرسیدیم. موضوع بسیار مهمی است. توسط نهادهای زیربط تصمیم گیرنده در حال بررسی است.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伫咧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改变立场，甚至搁要增加无核武的要求，强调伊朗绝对袂接受无合法的条件。这场烧3个月，互全球的能源市场霜冻的战火，虽望川普临时打动啊，暂时出现和平的日花。啊，毋过双方到底敢会当伫咧礼拜签停火协议，就要看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谈判底线。公司新闻郑伟真编译。英国是开年政府大选大输，这就是传出讲，如果有内阁大臣辞职，国防大臣希利11时宣布请辞。伊批评讲，政府的国防投资无够，无法度应对愈来愈紧张的安全威胁。国防部武装部队的事务大臣卡文斯也对咧辞职。5月到今已经为3位大官因为不满首相的施政来辞职，这就显示讲，因工党内部的分裂愈来愈严重。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日公开的辞职批当中指出，关系到英国未来10年国防经费的国防投资计划拨款的金额大大无够因应目前受国际威胁的国防需求，会降低英国的战备水准，互国家真无安全。希利批评讲，面对国际甲军方拢话讲爱甲国防的开销调升到国内生产模价 GDP 3%，是去年却无愿意投入方面资源，财政部也唔配合。1997年加入工党的希利，2020年伫西凯尼当选苏当时在野工党的党主席了后无偌久，就出任乌影国防大臣。长期规划英国的防卫事务。2024年工党赢大选，西凯尼做内阁出任首相，正式掌权国防部的希利，虽展现出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甲对抗绿西亚威胁的硬斗作风。So my message to Russia and to Putin is this: We see you, we know what you're doing. And if the Yantar travels south this week, we are ready. 希利宣布请辞，负责武装部队事务大臣卡文斯也对咧辞。西凯尼政府已经任命内政副大臣甲医师来接任。因来讲，事务甲希利立场相歪的北约秘书长卢德访问到希利辞职的代志，伊也坦白讲，因为地缘政治的威胁，各国政府拢面对财政支出的资源小抢。The core task of every government in the end is keeping the country safe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economy. These are the two pillars for ou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A strong economy which sustains the country and of course and all the jobs and the people in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sure that the country is as safe as possible. 5月份卫生大臣输掉李定，因为对西凯尼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来请辞。即马希利又搁因为不满国防预算来辞职，小林刷失去重要的阁员，带来松动西凯尼政府的声望，也互后礼拜举行的关键的国会补选，将做对西凯尼执政地位的大考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是宣布讲，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性鹰现象，极有可能年底会发展做超级性鹰。这全世界高温火烧山做大水的灾情，恐吓愈严重。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6月11日已经确认，过去1个月性鹰现象的条件已经形成，热带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已经比平均搁悬出0.5度以上，而且伫今年11月到明年1月期间，有63%的几率会发展做极强，也是超级性鹰现象。We know that the ocean, what we call the ocean heat content or ocean temperatures from the surface below,
when those are strongly positive and consistent and across the whole basin, we know that's a pretty strong precursor to an El Nino event. 科学家预测，这届圣婴的强度会甲1997年圣婴现象差不多，甚至会更较强。迄当阵圣婴现象捌因为热流、做大水、可汗、加利亚风甲火烧山，造成数十亿美金的损失。 And why do we want these forecasts? Because El Nino alters the climate and weather around the world. Yeah. It changes the probability of hurricanes, of typhoons. It changes the probability of drought and flood in a number of parts of the world, of heat waves. And it even alters the globally average temperature. 圣婴现象已经陆续伫各地展现。巴基斯坦南部的圣德省6月11日气温已经升来到51度，部分地区甚至阁来到52度。东南亚的印尼，当地的农民也着面对圣婴现象带来的可汗的灾情。欧洲的斯洛维尼亚北部也受到强烈风暴的侵袭，损失可能超过数千万欧元。 I mean, one of the obvious impact that we really see during El Nino years is the increase in the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So when you have more, increase in the temperature in the background, that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the extremes. So we can feel maybe more heat waves and maybe some stronger rainfall events. 全球真侪气候科学家已经预测，因为这场预计伫个秋天也是寒冷，来到上严重的圣婴现象，有可能会有延迟的效应。所以伫个2027年，可能会真做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冬。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转来看国内云林县的沿海地层含泪，熬淹水无适合不种植，改造是设供电的面积有300多公顷。不过这淹水的问题原在，居民是烦恼讲积水就会生蠓虫，引起传染病。 云林县府就表示讲，雨季会去巡，也要求业者都要有抽水设施。供电场较低所在，因为连续落大雨造成积水，云林沿海地区包括麦寮、四湖、大溪、甲口湖等所在，无下建筑种电的面积达到300多公顷。因为地层脆弱、地势低等因素，真侪供电的暗场积水真恶退，民众是真烦恼，会有生蠓虫的问题。现在讲。 严皮就会打起啦。好。无讲解，除非你着搁继续拄落来啊，无这头应该头一个礼拜。啊，因为当啊，迄想咧无看袂着话，迄就是吼，有当啊会积水啦。迄或者流袂过啊。 云林县府建设处表示，去年针对云林沿海乡镇太阳陵的案场进行巡查，其中60个案场就有50个有积水甲环境维护的问题，已经函文要求业者改善，而且最近雨季了后，嘛会再进行巡查的作业。发现有50个案场都有杂草丛生相关环境维护上的问题，雨季之后，县府也会启动相关的巡查作业，避免案场杂草丛生、积水的情形，那也要求如果有积水，要求业者布设相关的抽水设备。建设处嘛讲，太阳能板若因为年限到期，民众也是业者，拢爱照环境部建议太阳光电都一资讯通报平台申报回收，才会当由合法的厂商做后续的处理，避免废弃的光电板互人凊彩单掉，造成环境的污染。记者综合报道。 南部昨晚暗暝是又搁落大雨，台南中西区的红神庙是照常办道，信众是压雨来食道，有关是真热情。不过另外一搭是下南的玉圣宫，这门口100年的青雅树未堪伫大雨倒去，加在是无人受伤。根据气象署的预报，中南部这2天有关是要注意，有关会落大雨。 大雨一直上来，坪仔顶的水即个一直倒出来。台南中西区红神庙昨日暗时，拄好是红神爷生日，庙方是办45道的平安宴，想要到撞到熊熊上大雨，办道当场变做流水席。不过信众也是感觉真兴。大家也都很热情来参加，从早到晚就是这么大的雨，那大家还是不畏风雨的，都还是来参加风神节的啊。 同款受到雨势影响，传出灾情的阁有遮。路边这丛真大丛的100年青啊，无安怎全来熊熊规丛对人行道倒去。代志就发生伫个10日暗时7点外，台南下南玉圣宫边仔的100年青啊，意思是因为最近连续落大雨，土壤落软，加上未堪的大雨一直冲，当场全倒去。
佮加在迄阵无人经过，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直径还有米半，啊，关渡我就有修正过去吼，无即桩是真大桩，啊，拄倒了拄来到林荫道去，所以通报了，赶紧随来甲固掉，无人员的迄款个受伤拢无吼，是真平安吼，无代志。相关单位接到通报了后，12早起将倒去的树蛙甲树叶紧清好势。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最近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出门一定要记哩早雨衣雨伞。经过山区也是关大的树仔边啊，嘛要特别注意强风，也是落落的石头，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中华花坛第74架线甲东外环道路附近，对2024年到当时已经有3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公路局即阵是伫咧东外环8.5公里的南北边，搭340米的防护网，希望是引导石虎行桥骹，才袂去互车弄着。石虎摕伫快速道路边啊，已经明显死亡。这是2024年4月伫中华花坛第74架线发生的石虎落杀事件。想袂到2024年7月，搁再发生第2件石虎互车弄死的意外。经过保育团体甲公路局同齐参详，决定设防护网，避免石虎因为过车路发生落杀的意外。伫迄个网仔头前坡遐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啊，甲斜对面遐嘛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小可较远的，较我山区一单仔尔，伊遐嘛有一只石虎去弄死。其实伫花坛都差不多有3只石虎去互车弄死。边啊，石虎较有可能冲出来所在先用围网仔来冻结，但影起讲譬如讲水沟坑还是崩坑会使过所在保育团体表示，花坛第74架线东外环附近，为2024年到今已经发生过3件石虎落杀事件。即阵公路局决定伫东外环8公里附近上北甲落南的路段设防护网，希望引导石虎行桥骹，工程预计伫月底会当完工。台74甲线的8.5K 道路的正手边和倒手边拢有设，一边做170米。目前也咧施工当中，为着要保护这个石虎，所以做这个是有真大的帮助。保育团体指出，中华地区的石虎主要出现伫八卦山的浅山、毛路溪、乌溪附近。第74架线这边有地下泉水，可能是石虎会来遮生滩的原因之一。除了落杀，因也发现遮有袂少龙洞狗，也会威胁到石虎的生存。除了会继续监测石虎的活动情形，嘛希望透过防护设施甲栖地保育措施，让石虎会当有更较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大南开4500外万，要甲第1线中正路甲忠孝路两边旧的人行道拆掉做新的。不过时间到当搁外过，在地人是真不满，讲这公所无开说明会到时间，关键落差造成因的车是无法度停入去车库。坐轮椅要出门的时大人也爱人倒牙，根本就是去影响到因的生活。时间很长，当咧拆旧的人行道，涂骹拢是喙齿的土石。这互边的居民是真困扰，因为无替因用便道，互因逐工出门拢爱行这种拢是喙石仔的路，路中袂因为惊受伤，已经4天无法度出门。阮拢80几岁啊，阮足无方便的啊，哪迄个会当出互阮过无？我们也跟他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找一块地方，小甲阮摊咧，阮一当出去嘛较安全，嘛要行嘛较好行，通通不理不睬。除了当咧施工的所在，已经完工的人行道嘛，互民众来怨叹。人行道无做处理物件，关键落差毋但互住户的车无法度停入来厝内的车库，坐轮的长辈要落去人行道，阁需要大家来倒牙，实在是影响到生活甲生理。规境啊，赶到就是做到，唔免讲规座拢做，无要紧。阮会当讲伊要塞个遮，安尼就会当做。安尼阮是大家方便啦。施工的过程当中，的确很多的突发状况，那也请我们的科长还有我们的主办人员，如果有收到我们周边居民的反应呢，就直接到现场去做一个处理。大拿镇公所开4500万，伫镇内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煞造成附近住户的不方便。镇公所就表示，工程进前有开协调会，嘛有按照规划设计来施工，造成住户的不方便，真歹势。会阁来举办说明会，了解民众的需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花莲免费营养中昼顿招标的过程是牵涉多例特定的厂商，检方暂时去敲花莲县府，甲副县长甘新章带转去问话，落尾裁定100万交保。部长对这个嫌疑人会不会觉得委屈？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经过15点钟的侦讯，向移送花莲地检署的花莲县副县长甘新章点无讲话，检察官复讯了后，考虑到犯罪嫌疑重大，最后伫咧今仔日透早1点裁定以1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侦办严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于昨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等3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严姓被告、劳心证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预知严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劳心证人请回。这个案件是伫2023年花莲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采购案，迄时原买2.7亿的招标案内底，拢总有7间业者来参加投标。不过外界质疑的是，县府教育处唔知影是安怎甲原本的标案改做是10个小标案，佮甲原本的限制抬掉，互原底1间因为资格无符合，互取消的业者，最后竟然会当重新投标，而且搁得标。营养午餐的采购副县长，他在内部他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副县长主要是负责我们整个全府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统筹，相关案情仍待司法查明。那请大家尊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事实上，检调伫咧今年5月都已经甲县府教育处敲催过啊，迄时佮传唤包括教育处、细路的前科长、花莲县议员吴东升，还佮有细德、细料的业者。即马检调佮有第2波行动，外界拢真关心案情敢会小起哩。尊重司法的调查，但是要特别强调。严新章副县长在警察任内，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40年的公务员，过去一些重伤抹黑，最后都还他的清白。原来县府秘书长姚中最后是无保请回，检方表示会继续追查，只要有相关的证据，嘛无排除有后1波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甲高雄的营总是逼出欠员工加班费的争议，营总是决定要补发5档的加班费。不过工会是指出讲，这院方毋若是要求员工就要提出加班证明，佫有真侪限制，亲像是限制讲干内当报1点钟以下的加班费等等。工会是要求营总就要重新协商，也呼吁卫福部、劳动部插手到处理。还我全额加班费，拒绝打折假补发。台北和高雄营总工会大声抗议，要求院方照实追溯专家的加班费。工会表示，过去营总长期积欠加班费，基层医师人员敢若会当由主管代替补加班，后来才改一户基层通用纸本申请。营总今年在办理追溯补发5年加班费，不过工会指出，院方毋若要求员工提出加班证明，佮限制敢若会当报1点钟以下的加班费，而且过去若有加班事实说毋捌报过，就袂当申请补发，这是明显违法的。侪人因为这寡无理佮严格的条件，袂当补请加班费。会要求我们提出其他的佐证，因为我们的劳动事件法第38条就说可以以刷卡事件证明，但是却有主管会有担忧不实申报的问题，担心会有连坐责任，所以在申报过程中，许多同仁就干脆不要申请，因为既然你们都说我要佐证，我5年来拿来的佐证。工会这边最大的诉求，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退辅会所公告的这一份有问题、有争议的5年加班费追溯的公告可以去做修正。那另外，希望院方能够尽速的实质的跟台北荣总企业工会这边做实质的那个协商。过去台大病院工会嘛捌因为加班费甲病院劳资协商成功，北营工会呼吁院方会当参考台大病院的做法，建立过去5年的电子签章系统，互员工查询，甲以病历和护理记录当中的时间来做工作事实的证明。台大病院工会嘛出来声援，呼吁院方应当对等协商，尊重基层的意见。查阅的系统，那就可以相对的去辅助所谓当时还原当时的工作状况。那现在荣总这边医院的做法是，我既不给你这些相关的资料，又要你员工来举证，好，然后最后搞的是什么？就是公文卡在那里，公文被推荐，公文被驳回，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台北营总是回应讲，一切是依法行政，不过审核加班费需要作业时间。工会是要求营总应当来重新协商，修改追溯加班费无合理的制度限制，互员工会当申请到专家的加班费，嘛呼吁卫福部甲劳动部介入，清查病院的加班乌数，落实劳动检查，也佮有工时的管理制度。记者卢尚珠、林秀凯台北报道。有关心路权甲环境的民间团体，今日发布街路环境报告书，
呼吁讲这街道的设计都要重新分配空间，才会当减少交通事故甲碳排放量。另外，伊也提出零死亡等等的5大诉求，呼吁这选举的候选人都要穿成律师。现主时街路的设计较重视车辆车路较大条，毋过过路人行路的空间煞无够。民团表示，这毋乃增加用路的风险，卖鼓励民众如接塞车甲骑车，间接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拜五关心路权甲环境的民团发布街道环境报告书，提出5大诉求，呼吁街路的设计都要重新分配空间，来减少交通事故甲碳排放量。围绕在的是一个关于立法，还有道路空间跟友善宜居，还有总量管理跟幸福交通这5个层面。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立法保障，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根据交通部的统计，2025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有2858人。民团公布全台湾22个县市内底有14个县市也未启动政令主题条例，显示交通安全甲减碳政策也要继续加强。嘛，呼吁年尾到合一地方选举的候选人签字承诺。其实交通的这个安全不应该源自于运气而应该是这个设计跟治理的这个问题，以落实人本交通，包括从无障碍坡道，还有包括所有的通学巷这一部分都要持续再去努力。对于我们永续环境发展的愿景，我们也都会希望我们所有的候选人伙伴都可以来签署、来支持。现场嘛有下党派台北市议员出席签字，民团强调交通安全甲政令转型拢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希望政治人物支持。目标是2035年交通死伤减半，2050年交通零死亡甲运输净零碳排。记者吴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湖口昨早起是发生一件车祸，有一个4轮的移工赛车经过湖口国小附近，向红灯弄到一对骑奥多摆的母仔囝。因为这个移工是无合法的身份，出代志就叫因朋友来甲打。落尾这警方是调监视器，才抓到这个4轮的移工。画面中骑奥多摆的妈妈载查某囝要去学校上课，车顶着准备通过路口，错弄红灯车速真紧的轿车弄着，两母仔囝弄甲飞起来受重伤。但是发生伫拜四早起7点，新竹县湖口国小附近的路口，目前查某囝已经清醒，妈妈又搁咧急救。因姓4轮移工驾驶自小客车沿八德路2段闯红灯，碰撞至路口机车待转区绿灯起步之蔡姓机车骑士。蔡女及其乘客将女伤势严重，送往林口长庚医院。警方指出，弄到人的驾驶因为是4轮移工，出车祸了，甲车等伫现场，人就追伊走，佮找朋友去帮伊担责任。落尾警方是调监视器，找出相关证据，抓到人。因嫌害怕4轮移工身份，而通知潘男到场向警方谎称为肇事驾驶，自己徒步离去。所幸警方细心观察，积极调阅行车记录器，始遭警方破获。而循线查系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方表示，肇事逃走已经犯刑法，佮叫别人来担罪，罪佮加一条，转已经移送法办。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新北市板桥国共国小老师是摕台语台新闻改做文稿，互学生囡仔来做主播。中大是佮运用校内广播，用台语来报新闻，互全校听。老师是讲，这学生会当对台语新闻学着专业的知识，报新闻也互学生囡仔更较有成就感，台语愈讲愈进步。收听国光放上头广播电台，阮是今仔日的主播，我是阿星，我是阿酷。学生做主播有喙水佮大班，用台语报新闻，互全校的老师佮学生听。大酒店5月13迎新红，准备起稿。今年台北下海新红文化节，庙方甲在地的发展协会合作，为6月中开始，连续6日3礼拜。新北市板桥国共国小的老师在中昼，互学生食饭配新闻，运用公司台语台的新闻改做文稿来读，互学生家己做主播。老师表示，毋若对台语新闻会当学着专业知识，而讲平常时罕得讲的台语，学生读互全校听，因有成就感，台语嘛愈讲愈进步。袂晓的，我会问老师，老师嘛会找因台语台的新闻来互我看。我感觉用台语来报新闻比中文较困难啦。但是会当学到较侪台语语词，所以我感觉真趣味。真正有
营养午餐免费，也是讲学校边啊有。就是有人咧卖中国的四手啊，甲学生囡仔有较关系议题来做广播的内容。校方表示，学校有参与教育部的台语沉浸式教学计划，有更加侪主管通做无共款的体验。除了台语课，学校附近也有组织艺文特区等等，嘛有带学生去行达用台语熟悉文史甲生活环境。伫咱的生活中，互因去讲台语。学校附近啊有林家花园，阮就带囡仔去林家花园实地。去看，实际去看讲，林家花园伊即摆伊古迹嘛吼，就带囡仔去看。校方表示，为着要鼓励学生囡仔讲台语，要有多元的刺激，嘛着兼顾学台语的趣味甲英语感，产生正面的循环。利用新闻主管，伫1礼拜1节台语课以外，学校嘛通创造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世界杯开幕战，墨西哥对战南非是2-0摕到第1胜，连伊的总统谢恩鲍姆也欢喜甲跳起来。不过，在场外所有发生冲突的事件，民间团体是抗议政府无咧顾社会民生，干那咧办比赛赚钱。墨西哥首都市中心宪法广场，球迷规个喊起来，庆祝墨西哥踏入这届世界杯第1球。这场由地主国墨西哥对战南非的开幕战，那场内场外球迷看甲真热。做伙伫广场看转播的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伫球踏入的时也欢喜庆祝。阿兹特克球场有超过8万的观众，南非领到2张红牌，墨西哥也摕到1张红牌。落尾墨西哥以2-0摕到头一个胜利。这届做开幕战的头一场，真侪来看比赛的地主国球迷穿传统衫，佮画真有特色的妆，展现热情。Es una emoción indescriptible. La verdad es que tenemos ya desde el mundial pasado 4 años preparándonos para este mundial y la verdad es que se pone chinita la piel nada más de pensar que vamos a escuchar el himno nacional de México. We are here. We are South African. We came to Mexico for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Mama Joy is here, guys. It's not an AI. It's Mama Joy. 场内看甲真欢喜，也毋过场外煞是高度戒备的维安，因为就伫咧离球场无介远的所在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由失踪者家属、教师工会等等社运团体组成的示威群众，想要冲过警方设的护栏，因甲失踪亲人的相片夹悬悬，抗议政府无重视国内严重的治安甲民生问题，煞开大钱来办卡球赛。Que ellos llaman de convivencia deportiva, pero es para lucrar con el negocio del deporte, con las empresas mundiales que promueven este tipo de eventos como la FIFA. 虽然镇暴警察有控制场面，让数万的球迷会当入场看比赛，也毋过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比赛已经真做是墨西哥国内民众表达不满的上好的舞台，也让地主国面临大考验。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2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0度，南部地区26度到29度。东部地区25度到28度，外岛地区24度到29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